我们父母那一辈虽有前约，但你我之间本无约定，希望你不要自误。参见青海公。公爷，居点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刘儿，上茶。不必了。点一，公爷，父亲既已去了，我说过，你不再是我的家臣。我们只是暗卫营的同僚，这声公爷，倒是不必。那今日您来灵锦寺，是有公事？居点一应该知道，建明承继了爵位，所以你我之间的旧事被重提了。今日来此，我是想说清楚。自从慈亲去后，我曾立誓，不藏私，不成家，以身奉国，立功自效。我们父母那一辈虽有前约，但你我之间本无约定，希望你不要自误。原来青海公到此，只是为了告诉七七这些。点一，不要误了自己。青海公放心，七七都懂，七七从来别无他意。那是我叨扰了，我有公务在身，先告辞。青海公，这么多年，七七早已经习惯，早就当您是七七的，把您当成七七的兄长。点一，要不先回房歇息吧。回去吧。